呢個作品嘅原作呢，而家仲係喺法國嘅。咁佢本身嘅作品呢，就將一部250年前嘅紡織機，就轉為一部音樂同埋影像嘅一個instrument 啦，一個樂器咁咯。咁佢做嘅時候呢，就係將法國北部現時呢個 context 咧，係將呢個作品就帶翻出嚟嘅。咁當時製作嘅背景呢，佢係嗰個城市就係叫做 Roubaix 或者 Lille 嘅附近啦。咁佢係本身係一個法國嘅紡織業嘅中心，其中一個中心啦。咁但係70年代開始呢，就有呢個 economic recession，咁大部分嘅工業都衰退啦，同埋大部分嘅工廠都倒閉晒。咁所以現時嘅社會呢，有好多嘅情況發生咗啦。咁同埋譬如佢嘅失業率有30幾個 percent 咁所以當地嘅人呢，對於紡織業或者紡織機呢，會有一種好深嘅體驗咯、睇法咁樣咯。咁所以當時就運用咗一個紡織機，就可以俾到當地嘅人呢，就即係如果佢哋對於呢個工業或者呢個歷史有一種比較 poetic 嘅一種嘅感受嘅時候呢，咁佢喺呢個 instrument 裏邊，呢個樂器方面可以有呢種嘅 feedback 啦。咁若果佢可能比較 violence 嘅一種嘅體驗嘅話呢，咁佢亦都可以喺呢個樂器裏邊再表現出嚟咯。當參與者將雙手放喺個熒幕上高，有一條光線會出現，嗰條光線會根據你隻手嘅位置呢，向上向下咁樣擺動。當你如果再重複向上向下嘅動作嘅時候呢，如果當你重複多幾次嘅時候，嗰個機動會慢慢咁樣去運作啦。而當你左右好快咁樣移動呢，機器亦都會有比較強烈嘅機動聲音嘅。咁另外一方面，亦都可以將你雙手咧放喺輕輕咁樣放喺啲線上高走動。咁亦都會有唔同嘅有一個 scale 方面嘅音樂可以出現啦。